台湾灯会让高档今年阁来到桃园举办啊！这交通部是来展示指定无限乐园的模型，顶头是有野球、传统文化，也阁有科技这寡代表台湾的稻草。另外呢，为着环保，今年本户民众的锅顶有一半是接行动电源，希望会当减少废电池的数量。无限符号的外形，顶头阁有几落粒棒球的图。2025台湾灯会伫桃园，指定无限乐园的模型拜五发表，指定有18米悬、16米5宽，顶头有16万粒电火，视角会显示出棒球、电脑、原住民阁有传统文化，节通代表台湾的多样。我们希望能够有1000万以上的这个乡亲跟观众朋友跟旅客，可以大家一起来参与今年的这个台湾的灯会。我们的展区里面特别融合了桃园的文化特色，包括桃园是全台湾最大的客家城。所以客家的文化非常的明显。桃园也是全台湾第2大的原住民的城市，另外呢还有新住民，所以我们把所有桃园的在地文化融合在一起。虽然民众欢喜看灯会，但是灯会定互人批评是无环保的活动，尤其是本锅灯会造成大量粪扫甲废电池，无符合国家净零的目标。对此，交通部讲，今年要本的纸外形锅灯，一半数量参往过同款是接电池的，另一半爱接民众家己的行动电源才会光，望减少废弃电池。我们这个小提灯，它的灯呢是不可以装一般的干电池。那我们希望可以用这个充电器来装上去，我们上面有装一个 Type C， 那用 Type C 提供电源，那未来我们就不会变成很多的干电池需要回收。灯区所有的作品其实都往这个 ESG 的方向在走，所以我们有这样低碳的方式。观光署长周英辉表示，这摆的灯会伫咧规划的时，就以选用 ESG 材质这款方式达到低碳的目标，希望逐年拢通豆豆进步。2025台湾灯会2月12元宵节迄天暗时7点正式起鼓，注定每半点钟会有一摆灯光秀，一直到2月23暗时10点煞鼓。记者郭文丽、卓凯台北报道。